路德记第1章，以利米勒全家搬去摩押。事事伫哩以色列的时代，犹大地发生饥荒。有一个人带伊的某甲2个囝对犹大的伯利恒搬去摩押。一个人名叫做以利米勒，伊的某名叫做拿俄米，2个囝名叫做马伦甲基连。因是犹大的伯利恒出身的以法他人，因到摩押地就住伫遐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去，放伊甲2个囝。迄2个囝带摩押女子做某，一个叫做俄尼巴，另外一个叫做路德。因住伫遐约10年久了后，马伦甲基连2个人嘛死去，剩拿俄米甲其一个人，无翁嘛无囝通靠。路德带拿俄米返去伯利恒。拿俄米要伫摩押的时，听到上主眷顾伊的子民，互因好收成，就甲伊的新妇离开摩押地，要倒去伯利恒。伊就对伊住的所在出发，要倒去犹大地。2个新妇缀伊去。伫路中，拿俄米对2个新妇讲：“恁返去家己的外家，愿上主施恩互恁，亲像恁有好款待死去的人甲我相款。愿上主赐互恁，互恁2个找到新的对象，有好的归宿。”伊就甲因斟，甲因3时。因大声吼，对伊讲：“愿一定要甲你返去恁的人遐。”拿俄米讲：“查某囝啊，得返去，是安怎要缀我？我兼话阁生囝，互恁做翁。查某囝啊，得返去，去啦！我已经老，袂当阁嫁翁。阮若还有愿望，今暝有丈夫，阁生囝，恁兼会当等因大汉，无去嫁别人。查某囝啊，莫啦！我比恁较歹命，因为上主伸手攻击我。”因阁大声吼，俄尼巴就甲伊的大家斟，甲伊3时。毋过路德放袂离大家。拿俄米就讲：“你看，恁阿嫂已经返去因的亲族甲因的神明遐，你嘛通缀伊返去。”路德应讲：“毋通逼我放煞你，离开你倒去。你去倒位，我嘛要去；你住倒位，我嘛要住伫遐。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死伫倒位，我嘛要死伫遐，葬伫遐。只有死会互你甲我分开，若无，愿上主加倍责罚我。”拿俄米看路德坚决要缀伊，就无阁讲什么。因2人就继续行，来到伯利恒。到伯利恒的时，全城为着因扰动。正妇女讲：“这个人兼真正是拿俄米。”伊甲因讲：“毋通叫我拿俄米，得叫我玛拉，因为全能者互我受大苦难，我满出去，上主互我空倒来，是安怎叫我拿俄米？上主苦楚我，全能者互我受患难。”这就是拿俄米甲伊的摩押新妇路德对摩押地转来的经过。因伫开始收割大麦的时，来到伯利恒。